咱唱这个第一站，第一站，也来，也所宝贵的命，做我心生命。好，就是这个不好唱，好，做我心生命。哦，它伊毋是降落来，伊是噔噔噔噔，好。是生命，好，咱搁一届哦，好，对第一站，好，来，耶，所宝贵的命，做我心生命，我主耶稣，听你心经欢喜。世间无命通比，把面袂着欢喜，我主耶稣。哦，迄个毋是中我意，吼，因为迄白话字是定，吼，定我意，吼，袂定我意，吼，较奇怪，吼，定，吼。我无介意就对啊，无伫我的上要紧的地位。好，咱搁换第三站吼，共款安尼单音就好，因为咱若无熟吼，你就无法度进入到迄个歌词的意义。啊，总是一条歌无可能第一届唱就足熟，但是咱圣经嘛讲，圣诗即个诗篇讲，咱爱唱新的歌，学到上帝，袂使拢永远就是诗篇23篇安尼尔。吼，所以咱搁唱第三站吼，来学即条歌，来。我那真心找你，做我个宝贝，我主耶稣，你若甲我同行，无论有阮通听。最后三音是共款，哆哆哆，但是你若是唱无共步的吼，我就可能就是即个哆哆哆，吼，就是会降落来。所以这条歌的音律甲咱想象的可能就无相像。好，咱搁最后第四节吼，搁一届吼。啊，这个新信心嘛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吼，就是因为伊歌词甲音吼无做伙，啊，咱看顶悬就较。看了较准，但是我这字吼看袂清楚，所以我这对照这个音，等到摕这个纸本的吼，那是字甲谱无连做伙，就较无遐尼迄个吼。好，咱唱最后第四站吼，来，呀，备来，搁一届，搁一届吼，来，呀，什么故没来，我心无意爱，我主耶稣，你命我那条记，就这最亲像你，也愿甲你徛起我主耶稣，好，甲你徛起，好，不是你徛起，就是它不是这样子瞬间降下来，哈，是落来搁起来，哈。好，咱搁唱回应的诗。54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好，这条咱就较熟啊，吼，543首。来，我爱学主的款式，爱我无款受气，伊无怨恨到离离，常常温柔。
咱天白三见面，我还做伊学生。第二站，我还学主的关心，爱学伊大听他，虽然受人歹款待，要顾好款待人。我爱学主的关心，爱出力行好事，做工尽我的部分，来归因更好处。第三站，我爱学主的关心，爱学后听天父，欢喜顺叹白志，甘愿白是日家，可惜未学主关心，德行拢无照片，困求求存存我，为这做亲像你。这条诗歌咱唱到有一个感受，歌词的意义就是意思是对主祈祷，祈祷主，互阮会当学亲像伊。总是伊嘛有反省伫内底，反省伫底，就是虽然我安尼想，但是做出来的时阵，犹原常常软弱，可惜，功夫还未学好，德行还无亲像主，阁犹原会有人会软正。所以这就是咱逐礼拜守安息日来遮悔改，来遮认家己的罪，也是讲承认家己的不足，去做内在的反省，对内底来去甲主求讨，明白家己就是迄个破病的人，就是迄个需要救恩的罪人。所以咱无需要请咱即时用1分钟的时间，咱来祈祷，咱求主光照咱。互咱的圣神伫咱内底做工，互咱明白主今仔日要对阮所讲的话，咱做同心来祈祷，出声无出声拢不要紧，咱用心神来敬拜。主，阮需要你，主，阮意爱学你的款式，阮毋望会当亲像学生来学师啊，来学老师，因为主你就是阮的律比。主啊，你怎样引带12个学生、12个门徒，互因变做真做基督徒、真做圣徒？主，阮犹原有济功课还未学成。主啊，总是阮意爱无放弃，只要阮认真来敲吹，就要这个吹着把门要甲伊开，求就要互恁。愿主你的应允。临到阮，互阮每一个用心灵、诚实、较无主的，拢伫今仔日来见到得到主你恩典的话，也互阮的心得到圣神的光照，阮的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咱用这个礼拜前的回情诗来进入咱的礼拜。好，咱今日新圣诗是405首。差伫迄个耶和华变做主上帝其他拢不变咱来。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念，我会记得，毋望你因我，我免离你身体，少念你叫大现人数，我心间。心坚强，
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喂，这个礼拜已经要来开始吼，为着咱保持礼拜中的庄严，请咱兄弟将行动电话关机，迄就甲伊切到禁声。因为今日二中进行考试吼，为着避免咱影响学生，咱今日无听福音的钟声，咱直接请司琴奏四乐。恁着学罗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大欢喜伊的命令下，即号人有福气。新圣诗161首，耶稣宝贵的名，请兄弟起立，齐声来吟。
请咱犹原徛立，齐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同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现在请坐。启应文第24篇，请兄弟掀开新圣诗后面1041页。我客，请兄弟来译。全地啊，要对上主欢呼，要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要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的羊群，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感谢伊，称呼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请咱同心仰头来祈祷。主爱搁怜悯的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的大能力，予阮会当搁一届聚集伫主日礼拜当中，同心来敬拜何乐主你的圣名。阮知主你是万军的耶和华，是万国的君王，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既然我靠主，愿意听探主的旨意的。主一定会照咱所求的来应允阮。总是，阮有罪，阮欠缺智慧，常常掠家己做大，所求所想的，拢是为着满足家己的需要。阮的肉体需要捆绑阮家己的灵魂，每日所想的，拢是虚空的权势。甲金银财宝，恳求主怜悯阮，阮的心性袂定，日夜操烦，袂得通好得到平安。阮的骹步沉重，无一个有真正的轻松甲自由。阮恳求主的帮衬，阮拢是糊涂的人。阮的耳孔袂清，目睭袂明，心肝袂静。阮时常迷失，毋肯明白主的旨意是啥物。阮倒转怨叹主，毋肯听探阮的祈祷。恳求主接纳阮的软弱，
特别是伫阮心智软弱、偏离主的教示时，恳求主的圣灵充满阮，赐阮智慧，互阮闪避撒旦的试探，都会当倚靠上帝的教示来行。恳求主定着阮的心，互阮一每一日拢会当用开阔的心来感谢主你所赏赐的平安。愿阮所做所讲的，拢会当显明主的荣光甲公义。我安尼感谢祈祷，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圣歌对献诗学乐，我心尊主最大。
今日要共读的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11章25至30节，请咱兄弟编开台语汉语本的圣经，伊记载伫新约第13页。25节，当迄时，耶稣应讲：“爸啊，天地的主，我学了你，因为你将这个事对智慧聪明的有允默伊，对细囝有显明伊。爸啊，是啦，因为你看安尼最欢喜，万项有对我的爸交付我。”爸以外无一个捌囝，囝甲囝所爱要指示的以外，无一个捌爸。恁伊若着我担重担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我心内温柔谦顺，恁背我的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紧。圣经读到这。在现在，我心偏向来遵从，我心情在对你因公，以前我为主，现在，我心偏向来遵从。心情在对你因公，以前我的主。咱今日特别邀请玉山新行院第耀宗牧师为咱正道属天的秘密，真正安息。咱本会林牧师甲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有咱会邀请，再来代表新行院来请安报告。我是屏东中会盐洲教会的牧师啦吼。虽然伫30年前、30多年前，我伫玉山新行院做讲师。迄阵我伫凤林做牧师的时，也做讲师。现在主要是2项，第一项就是受邀请，昨昏有一个训练会，好牧者的训练会，现在来遮讲道。同时第二就是受玉山新行院的委派，拄好这2项事甲合作伙，只代表玉山新行院来甲咱请安。报告关于详细内容呢，也会当这篇的文章也是咱上网会当看去，有一个请安的底片，大概4分外真久。拢是多谢咱教会对玉山新行院这年来的帮忙玉山新行院是伫花莲的寿丰乡也叫做鲤鱼潭鲤鱼潭的边风景真水。伊毋是对玉山啦我去玉山新行院差不多40多年前开始，伫国教会请安的是第一遍落来，收足侪钱安尼啦足侪人，大家足感动，讲好，你对玉山落来到遮甲阮请安无甲你献一个较会使安尼所以足侪人足感动安尼总是即摆应该是有继续感动啦继续感动
是针对原住民的传教者，还是教会相关的人才的培训的一个中心。最近呢10%会当互平地毋是原住民或者兄弟姊妹去参加伊接受训练。阮伫遐是拢一定爱原住民，较会使去遐读册。即马有甲伊即个开一条路，咱平地人有愿会使去遐读玉山新人院。那新的院长咱即马看到即个是现任的院长，应该是即个学期结束了，后期开始有新的院长。请咱继续关心啦去年的疫情虽然对学校有一寡影响，总是对某一个角度来讲，颠倒学校是有真大的帮助。我相信大家人的大岛有哪有关系？迄个学校有一间会馆，会当提供真好、真舒适的住宿的环境，住伫个鲤鱼潭的边啊。你若去的是，你要讲我要选迄个 view， 就是鲤鱼潭的，特别好。我若有闲，拢会带阮的岛的人去遐住几工啊。差不多上爱住2暝，较差不多啦。住3暝到4暝就较好，因为环境真好，也真安静，真正的休困就是去遐。有熟练的环境，佮有真好的即个环境，当帮助咱。多谢咱大家的关心。要哪关心呢？就是今仔日咱摕到即个奉献录内面拢有咱的关心啦安尼就会使就最后说大领三甲来祈祷。亲爱天父，感谢你引带带领，互阮三甲纪念玉山新人院为着培育上帝你的国度的人才，特别伫原住民的即个教会内面所需要的人才，通过玉山新人院或者的老师多多栽培。感谢阮有机会来关心，无论是本地，无论是原住民，无论是讲新款的语言，那是上帝你的囝儿的教会的训练组织，阮拢欢喜为着因关心，为着因奉献，为着因祈祷，愿主你保守。因为早起阮一只三甲做伙，所要学习耶稣基督，你教阮属天的秘密，真正的安息是甚物？阮也要伫遮三甲来学习，愿主你保守，恳求耶稣保护清洁洁净，互阮的心安静，互阮的灵静应。奉耶稣基督名也命令任何的心内搅扰，拢总来离开。阮的心只有仰望耶稣，互你的听伫阮的中间，圣神引带带领。祈祷靠耶稣名，阿们。我阿们，咱大家拢无反应祈祷靠耶稣名，阿们。OK， 好，安尼表示，咱知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牧师的祈祷嘛是恁诚实的心所愿意今仔咱三个做伙来分享这个题目，叫做属天的秘密要安怎得到真正的安息？俗语一句话讲：人生不如耶稣，10项有8、9项。安尼来讲，无有人无有困难，无有重担，无有痛苦啦安尼要讲，人生是毋是叫做苦海其实知影方法的人。人生是一场充满了望，一场充满了 amazing， 互你感觉讲哇，这款的人生实在是太奇妙了实在是甚至是超过你所求所想了，一场感恩的旅程保罗呢，伊有安尼见证讲，伊安尼见证讲，因为安尼我要伫上帝面前骹头跪落。由于照着伊丰盛的荣耀，照着伊的灵，叫恁的心内的快乐刚强起来。互基督因为恁的信点伫恁的心的内面，叫恁的疼心有根有基，
会当甲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关心，并知影这个疼是超过人所会当测度，就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才会咱做来读。上帝会当照着运行伫咱心内的大气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咱所求所想的。当我一直教会，并伫基督耶稣内面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哟，所以真正互咱人看起吼，这个保罗的人生是体验到的，以及较要2000年的这款的圣经的记录的内面，真侪人的见证，保罗所讲的人生是充充足足，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是丰丰富富，充满着快乐。所以呢，咱要安怎样，互咱的人生会当一个改变？假使你若是感觉你的人生是伫原地踮咧踅，踅来踅去，踅金箍无，踅无一条新的路，还是你感觉你目前的这个境遇你真无满意，总是你要突破，唔知要安怎突破，甚至你感觉你的人生目前的状况，还是你的朋友有人感觉伊的人生实在是一场的痛苦，一场的灾难，何等想要来结束？今仔日这个信息，望会当帮助你，帮助你去帮助你的朋友，互伊会当突破困境，开创一条新的道路。今仔耶稣基督将属天的秘密来甲咱讲，互咱的生命会当有突破，会当有成长，会当成做卓越的人生。为什么讲耶稣所讲的这段圣经是什么？是叫做属天的秘密呢？为什么安尼讲呢？咱主来看，伊讲耶稣安尼讲：爸啊，天地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事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就显露出来。爸啊，是啦，因为你美好之意本是安尼。一切所有的，拢是我的爸交付我。除了爸，无有人知影囝；除了囝，甲囝所愿意指示的人，无有人会当知影爸。所以，安尼来讲是什么？耶稣基督今仔日要老摄天机，将天的秘密，拢甲咱老摄，拢甲咱讲。什么人讲？婴来讲，单纯的心的人。你若单纯的心，你若接到这，你就会当得到属天的秘密。你若当要犹豫检查，迄个了解过程还较长一撮，检查爱细一下弯较倒转来讲原来是安尼哦。总是你若亲像单纯的心，耶稣安怎讲，我就讲 yes。反正耶稣讲的，我拢讲 yes。我愿意，我接纳，我愿意来行，我愿意。安尼来试看卖，你就会当真容易得到这个属天的秘密。因为耶稣讲，除了爸所愿意指示的，无有人当知影爸。所以现在耶稣邀请咱，也要指示咱，互咱知影，你甲我，你我他，咱拢会当把握这个机会，互人生的苦难、重大、痛苦，这就改变，然后经历三个战术，看见人生对艰难、对学习到开始发展，然后进入勇壮到卓越的人生。三个战术是什么战术？第一个战术就是除掉劳苦重担，知影什么叫做安息？耶稣讲：既然劳苦背重担的，通到我这来，我要互你得到安息。这是第一个战术，
可能要安那离开。第二个赞处，学晓温柔谦卑，然后甲耶稣要互咱的担，这个叫做担吼。学台湾话叫做担，那分担、牛担安尼共款吼。所以我心内温柔谦卑，恁个背我的担，学我的宽恕。第三个赞处就是定心得到服侍工作的力量的技术，以及亲身工作，享受安息养息的工作。意思讲，你咧工作总是其实你是哪亲像咧休困共款哦。工作对你来讲，哪像诶毋是毋是重担，你咧享受工作，这就是咱来达到的人生。耶稣基督要甲咱教，基督徒要有这款的人生的享受。所以为什么？因为耶稣讲，我的担是宽，我的担是轻。我互恁的分担，我互恁的这个牛担，假使拿牛来讲，迄个牛担是真容易的，是真适合恁的。我互恁的分担是会当互恁担真大的担。这就是第三个赞处。当然，三个做伙来看，第一，重担。耶稣基督欢喜无条件来接纳咱每一人的重担。见呐，这个见呐什么意思？就是任何的重担，拢耶稣拢会当接纳。会当到我这来，我就恁得了安尼。任何的重担，任何的人，反正你感觉有重担，耶稣就讲是。有当时咱咧甲人讲咱的重担的时人讲含迄也叫做重担你受伤，你甲第二个讲含这你也袂晓，佮受伤，对不对？对我来讲实在是足困难的事。结果迄个人一遍佮一遍，三个人甲三个人讲，三个人佮一遍甲我伤害所以那耶稣基督讲任何的重担，你讲重担，耶稣拢讲 yes。重担，什么叫重担？什么叫劳苦？就是有困难，就是亏力无够啦。力无够，你咧做一项个辛苦。你若力无够你有当时倒顶年间，你个无法度有一遍我安尼痛风，以前唔知影我有痛风的物件痛风啦，痛风像啊痛像啊袂叮当，我感觉我个。一个差不多更咸遐，我的水放去更咸遐，我要摕去更咸遐，摕我的水起来啉，无法度。伫遐努力1点外钟国不离中，叫我的牧师娘来帮我帮忙安尼，就是安尼。你咱也无够，你佮含去倒顶年间遮简单的动作，你佮感觉痛苦。上痛苦的就是人感觉倒顶年间遮简单的代志，拢是咱就是无法度。伫遐甲咱讲含这也袂晓，那是上痛苦的事。重担就是安尼对咧，互你感觉无法度。咱若安息原文的内面是动词啦，应该是爱叫做得到安息而是咱伫翻译内面看见，咱想要名词，意思耶稣基督要互咱有能力去得到安息，毋是耶稣要将安息互咱，知毋知啊？是耶稣要互咱有能力去得到安息，得到安息是你爱去做，然后你可以得到安息。安息，咱若讲到名词，就是讲耶稣啊，我好痛苦耶稣讲，后来我安息互你，你个靠耶稣名祈祷，阿门。然后你就看见安息个安尼，这是无共款这个想法这个教导。所以呢，耶稣要互咱知影安怎样去得到安息，这是耶稣互咱的目的。家己处理代志的时候，有能力就袂感觉有艰苦；有技术就袂感觉有艰苦
也会当家己去承担，肩膀要够硬，吼，承担重大责任就袂感觉有重担。我其实甲一寡年轻的女孩子吼问讲，恁将来吼要找什么款的查甫人吼来结婚来建立家庭？伊讲找有肩膀的，我讲我大家嘛有肩膀，那无肩膀啊，讲无啦。肩膀就是承担得起责任，会当负责任的查甫人吼，迄个吼较可靠安尼啦吼。OK， 所以咱家兄弟吼，应该是拢总有肩膀，而且不只有肩膀，还是可以承担重责大任的的弟兄。来，然后讲重担是什么重担？有什么款的重担？伫遮我若是学到的，你人讲这个是我的重担。有人重担可能毋是一人棍啊哈，什么款的重担？排序，兄弟姊妹中间的排序是你的重担。起码吼，拢一个人嘛是有看的重担，嘛是有排序啦吼。你若生一个嘛是排序，就是一个 only one。后来有什么重担？中女的重担，所有囡仔的中间你上大，你看这是查某的哦。咱遮啦较济岁人吼，特别是伫庄脚伫乡村中汉的，哇，什么代志拢总做，总是古早安那。查某囡仔嫁出去吼，财产拢无咧，拢互上后壁迄个多生骨仔个加一个，最后较生弟弟，财产拢互弟弟，总是安那。大姐是从头到尾拢伊咧做，你知？OK， 有重担无？呀，重担。所以中男呢，嘛是有重担。独生囝、独生女有重担无？有啊。假使你若两代拢是独生，拢是一个尔，那三代搁一个来注意哦。第三代你若是拢一个啦，连续三代拢一个，到你的时，你可能爱饲13个人，因为安那。起码阿公阿嬷拢活足济岁，是毋是？你个饲恁的两个人，佮饲一个囝，就3个啊。双方的爸爸妈妈呢7个，双方的爸爸2个加2个，就变成为7个。3个加4个，7个。啊，佮再来佮起哩咧，爸爸嘛佮有阿公阿嬷对不对？伊爸爸妈妈，OK， 加起来拢13个。有重担无？会想到，所以一寡少年人全愈来愈毋敢生呢，嘛毋敢结婚呢，就可惜。这毋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少爱生2个，生3个，教会应该要奖品鼓励啊！独生囝、独生女有重担，哇，重担。第三个囡仔有重担无？其实你若是第三个是女的，第3个人讲第三查囝食命。意思就是啥啦？因为顶面2个人拢有这个，特别是咧要望生弟弟的，结果你是第三个查囝，对没有？上面2个，人家那个下面的其他弟弟，你生出来算是女的，弟弟生出来是你永远是被忽略的那一个人，所以第三个不管是男的女的，拢总是同款通通会听讲啦，听讲。只要有第3个孩子吧，免举手要紧啦，OK， 你有这款的感觉重的所在无 ？OK， 中男的新妇，哇，即马可能较无啦因为古早是做人的新妇个知道理即马是做人的大家个知道理所以新妇无爱插你，你嘛袂爱，你嘛袂使安怎 OK。总是较早中男的新妇是真辛苦的真辛苦呀！假使若是新妇期待生查某囝，生后生，叫拢生查某的呀！我捌看这个连续生8个女的第1个名，第2、第3、第4名到第8个，我毋知影要说名什么名好啊？甲名做8女第8个女孩子真正叫8女为就要生一个弟弟出来 ，OK， 这个做妈妈的人有重担，这个过程内面开始大家新妇那拢总一直咧甲你若大腹肚，甲你盯
生出来是讲佫是哦，哇！你是安尼拼命甲囡仔生出来，结果听到第一句话是讲佫是哦，迄个我受伤了，你知无？呀，有的人是期待生查某的，结果生出来拢查甫的，同款，同款。我有一个同学吼，因兜所有拢总是生查甫的啦，所以因哥哥讲，来，你上少年，甲因太太讲，你若生查某的，100万，生查甫的脑术，所以嘛拼命来生3个拢查甫的，所以无懂OK， 所以不管啦，伫迄个生囝的顶面，是毋是捌食做你的重担？有人有啥物款的重担？细汉的时，咸菜肉去互人误会，上大的误会个叫小偷啦，知毋知？小偷啦，呀，特别较顺啊，家境佫较歹，然后伫迄个国校的时呢，人有歹去物件，拢去想讲就是你，你根本就是足正派人咧，拢是歹物件，我感觉愈看吼愈像小偷你若咧怀疑人就是安尼，这百口莫辩，你知所以像这款的事，可能一世人拢伫影响着你，成做你的重担。有当时是毋是，互人感觉你是做小报告、绕白的人，公司咧做绕白啊？呀，是毋是这种事？有当时因为你坚持伫公司内面办代志，爱照原则来，总是咱知。对公司的人你若是特别是伫公开的公司，真侪人拢爱安那耍特权啦，所以就去甲长官讲安那好啦放水，你讲这明明个袂使啊，结果你因为坚持呢，去公司的这个还是这个单位的主管。在你点引做记号，调讲讲你无爱配合，所以你伫遐嘛真受伤。呀，伫教会你有捌安尼出钱出力，然后人边仔甲你讲，你遐认真要创啥？你一定想要得到啥物咯？你一定想要选啥物咯？你一定有要啥物？你真正阮是听耶稣愿你安尼出钱出力出时间，佮安尼哪听？耶稣毋是叫咱安尼做吗？为什么咱要安尼讲？咸菜佫有真济，互你感觉重担的所在。只个有当时你嘛袂当甲什么人讲，总是一个一直缀伫你的心的内。无论是人事物，拢互你感觉真大的重担。佮另外一个叫做孤兒的靈，什么叫做孤兒的靈？你感覺人拢在甲你忽略、甲你看輕、甲你拒絕，無人咧聽你。其實大家人拢無安尼想法，總是你感覺你的內心就是常常有安尼，你知？迄個是孤兒的靈，孤兒的靈啦。这叫做孤兒的靈。这伫心理學面有一個名詞，伫這個內在意識嘛。這個真濟人有這款的，有這款的孤兒的靈，這個攏總是咱的重擔。特別有孤兒的靈，這款的佫講袂出來，你知？毋過心內感覺人的一個眼神劃過，我卻感覺真受傷。佮另外就是檢查細漢的時是環境較歹，特別也是細漢的時是因為單親環境夠歹，迄個成長的過程真正實在是重擔。但咱即馬要將一切重擔來到耶穌的面前，耶穌無條件甲你講 yes， 一定是啦，這就是你的重擔，我甲你接納。拢將這個重擔來交予我，也毋免甲耶穌解釋什麼。你甲耶穌講，這個是我的重擔，耶穌要接納你，毋免去解釋什麼。耶穌袂第二遍甲你傷害，耶穌呢也袂將你的重擔的秘密甲你的留下許其他的人。咱有當時
咱讲心内的艰难，甲人讲了的时吼，啊过无偌久，靠第三者迄个来甲咱讲，吼，啊讲喂，啊我毋是叫你讲袂使讲，含迄句袂使讲吼，嘛是怎讲安尼？啊，真大真大的艰难。所以不管这重担偌重、偌轻，还是偌久、偌复杂、偌袂使甲人讲，主耶稣拢愿意来接纳，愿意来帮忙咱。放下咱的重担，唯有这个重担完全得到接纳，咱才有法度进入第二个阶段，咱才有法度成长。那无咱这重担一直缀着咱，咱要进前这重担3、5时走出来，甲咱母的，啊，咱佮走到倒去原位，哟，实是真艰难。咱要来听一首的歌，这首的歌是华语的，总是咱安静，你会当看歌词。你也那样听，然后伫这几分钟句内面，你的心讲主要说，我今要将这个重担交给你，恳求你来带领，打开咱的心，完全来接受耶稣基督的听。这首的歌叫做《耶稣的听》，永远无离开，无弃杀咱。请音乐。这个歌词是安尼写吼，音乐个要放心情吼。母一个忧患吼，一个看路艰难，耶稣无法度担当；母一个痛苦，耶稣无法度来陪。咱来关山夜幕，我的帮赞对你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予记那求叫你的名的人，吼，求叫你的名的人，你的听拢无离开我。咱即摆来听这首的歌，你会当看音幕，你会当用听，你会当安静。这个时，咱将咱的重担拢交予主耶稣。音乐可以再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这样子。这个时刻，耶稣基督会听进入咱的心，
接纳咱每一人的重担，将你的重担完全交互耶稣基督。无论偌久，无论偌深，无论偌困难，无论偌秘密，主耶稣拢欢喜接纳。耶稣甲你讲：我的囝，我的查某囝，是啦，这就是你的重担，交互我。主耶稣欢喜接纳，互咱的重担就是这个时刻完全放落。耶稣的疼充满阮，互咱的心，迄个石头完全放落，这个重担不过再đầy满咱的心，咱的心会完全的拍开，这个重担完全离开。耶稣听咱，就听咱到永远，听咱到彻底，就是耶稣对咱的听。耶稣接到咱的重担，毋是这个时刻那点，是每一个时刻。因为伊是神，所以无困上醒。24小时的时，无论伫关山，无论伫什么所在，伫目房，伊拢会当听着咱，将咱心的重担交互伊，就是耶稣接纳的。主耶稣，愿将阮心内的重担，拢总交伫你的手中。感谢你接纳，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接纳阮的重担。感谢主耶稣，阮的重担拢总脱落。感谢你的听，感谢。有兄弟姊妹，有人接受了耶稣帮赞，咱的重担拢脱落了的时。咁样祝福哦，来到教会哦啦，笑着讲重担拢脱落，真正有够好的，哎呀，很好哈、哦。一首歌拢叫做叫做我的重担拢脱落，对不对哈？迄首的歌，总是感觉个敢若伫教会时重担离开尔呢。转去的时吼，较愈脱落，重担愈脱落，较愈重呢。到底是安那？有两个。一个就是即马祈祷了，大家拢无重担，对毋对？OK。后边来的时知影讲要来教会时，重担拢成个放踮咧礼拜堂的外面。即马要转的时要较紧转去。然后想讲，即马开始拢重担拖到无啥物物件，感觉无啥物物件，感觉怪怪，你知影？然后咧在人个门口口个看讲，佫有摕一个重担转去，摕来摕去，煞摕着别人的重担，你知影？摕一个较细包的，较细包的对你来讲佫无习惯啊。摕转去嘛是即物件你的重担所以呢，摕来摕去，煞愈来愈有重担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即摆可能无重担所以我无重担一身轻，感觉足欢喜。这是我以前咧讲这篇道的，拢敢若讲第一部分，就是重担拢脱落，重担拢脱落，一切重担奉耶稣基督名拢总甲离开。阿们，足欢喜。总是无甲咱教第二招啦。你无重担了时，你要进入第二步。
学耶稣的生命，甲学耶稣要互咱的担。咱若无学者，有缘用咱过去的思考模式、办代志的方法，互咱的生命的内容，照常遐个代志搁再来时，嘛是相像，搁是重担，因为你无改变嘛。这个重担是暂时放下尔啦，伫礼拜的时中间放下，还是伫你经生的中间，伫你灵修的中间放下，那是我当先过来，嘛相像用你的旧的人去面对遐个事啊，照常重担。所以，咱来进入第二步，总是卡输你第一步，那是一直无事事。你感觉讲今仔的重担吼，牧师敢若听一首歌，我的重担佮无去，安尼佮无够遐，你佮倒转去佮听这首。哦，加听10外遍啊，对毋对？听甲你感觉重担拢脱落，你祈祷，甲你的重担拢脱落，然后你才有法度进入第二个层次来学这个。什么叫做重担脱落？就是你感觉真大的重担，那是上帝应允。有人佮甲你提起迄个点的时，你已经未受气啊，你已经未受伤啊。你已经感觉，迄对我来讲已经无关，迄是过去式，迄无可能搁再对我有任何伤害啊！安尼你就是得到医治啊！你就有法度进入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耶稣甲咱讲，伊讲我的心内温柔谦卑，领受背我的担，学我的宽恕。第二层次，一个，这是咱爱特别来学习的所在。来，咱来看呀，这第二个层次内面，咱会去经历着改变、调整、成长、学习什么？学习生命爱温柔谦卑，学习迄个担。耶稣互咱的技术。耶稣互咱面对代志，会要用什么款的技术，用什么款的工具来去面对迄个挑战，迄个艰难，也是讲待人处事的技术。OK， 所以呢，耶稣讲温柔谦卑吼是复数，意思表示某一个方面。其实耶稣对讲温柔谦卑，保罗在发展过圣神的轨迹，有9个面向，有9个面向，吼，这是保罗通过耶稣温柔谦卑来发展出来了。吼，如何就是对方感觉咧和你讲话时，吼，你人感觉真爽快，吼，真温柔。谦卑就是你会去尊重对方，吼，袂去看轻别人，这个叫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是谦卑的人，知唔知？心内无谦卑的人，提什么款的意见？迄啊，什么意见啊？迄啊，什么？迄我那个，小卡啊，知唔知？所以谦卑的人去尊重对方，伊真容易去对心底去尊重对方。哦，柔和人就是互人感觉你真亲切。和你讲一段话，感觉是真大的享受。哦，总是温柔谦卑，是不是咱的本性？唔是哦。哦，第一本的册叫做《谦卑》这本的册，唔知你捌看过无？细细本啊，那点几百，那差不多1-2百，100外页尔。这本册吼，人送我差不多要20年了，才掀开。其实我送我个有掀啦，感觉这本册足歹看。看袂落，要求伤深，结果伫几年前吼，我较定心甲看，哎哟，这本册真正有够好。最近我来咧上课吼，和学生咧上这个课的时，因拢得到真大的帮助。这本册作者叫做穆安德烈，伊讲温柔谦卑毋是咱的本性，咱若无用心来学习。咱无可能会温柔谦卑，所以呢，好的习惯是刻意养成。那歹习惯呢，随便去甲做，一个歹习惯走出来。
所以你要互你的温柔谦卑，你一定爱用心来学习。好，这款的生命，哦，好，这款的生命，要学习温柔谦卑，简单无？我绝对讲无简单。若是温柔谦卑足简单哦，耶稣毋免为着咱来出世，搁安那为着咱受苦受遐大的重担，安知毋知？哦，就是不容易。所以耶稣基督用伊的一生来证明，来承担迄个艰难。然后甲咱讲温柔谦卑，虽然不容易，我做过啊，我承担过啊。迄个要达到温柔谦卑的生命上困难的点，我拢甲恁打起来。恁照我的方式来做好。恁会加介轻省，所以呢，对准耶稣，对焦于耶稣基督，focus on 耶稣，你就可以学到温柔谦卑的第一项。第二，打是什么？其实伫这个里面说讲的遮吼，甲耶稣伫讲的这个其实无。伊伫解说讲，打个是重担。耶稣会将重担互咱，耶稣会将重担互咱，担就是这啦，耶稣在讲的担不是重担，耶稣在讲的担是这。咱知影耶稣是一个木匠，对不对？木匠啊，这个担，这牛担同父异母就是这啦，知唔知？两只牛啊，做伙用这个担，好来用茶做的。耶稣的故乡可能是用茶做的，所以耶稣是一个木匠。耶稣会晓做牛担未？无伊开讲，我的担是快，所以这是咱台湾的牛担啦，用一支竹啊，落去甲去拗的，OK， 这就是这是牛担，好来。所以伫原文里面直接来翻译，就是你爱摕我的担伫你的身上，对我来学习，因为伫我的心中有谦卑有卑微，恁就要得到安息，恁伫恁的灵魂的中间，意思是啥呢？所以耶稣是叫咱用伊互咱的迄个担来放伫咱的肩胛头，然后咱用这个担去担重担时。就会感觉真轻松啦，就会感觉真容易。所以耶稣伫遮在推销伊的牛担，你知无？耶稣呢不知不觉就是自日式的行销，是不是？耶稣讲了，伊的牛担就那生理介好安尼来帮助伊的赞助伊的传福音的事工，我唔知总是那是一只牛，捌驶过牛车的人举手。可能真的哎呦，两个咯，不简单。咱也知影，一只牛的这个牛担一只牛的牛担，那是一个好的牛啦一只好的牛担，迄牛甲放伫迄颔棍仔时迄牛咧拖车好的牛担，互牛来拖车，牛安尼拖佫袂整颔，知唔知影？就是颔棍仔袂整起来安尼意思啦。OK， 不容易受伤，所以耶稣讲：你来背我的担，因为我是一个真够做牛担的人，所以恁的牛来用我做的担恁的牛咧拖车的时佫袂整暗，佫会当拖真重，你产生的果效佫真好。所以耶稣基督讲伊的担是要甲咱教什么？教技术，做人。做事的技术，做人做事的技术，咱会晓。耶稣要甲咱教，耶稣会甲咱教。业若悬，大就大；火若炎，佫毋惊茶淡；人若会晓，佫毋惊困难啊！知毋知？技术若好，就毋惊困难。耶稣会甲咱教，主耶稣会甲咱教。所以咱掩饰家己的生命，咱目前伫这个进程，迄个互咱感觉重大的原因两项。照耶稣讲，就是第一，咱的生命，是毋是咱的生命无够温柔谦卑？你根本个恰白白的人啊，对不对？人小可你讲一个，你个噗一个，人讲一句，你讲10句啊！你毋免讲，
嘛动足多啊，嘛足多敌人啊，足多人啊，你抢啊，哦。第二是毋是技术无够好？哦，技术无够好呢？嘛会当嘛是真做你的一个重担，是不是？掩饰这两种。然后有一个，咱知影这个咱即马有迄个电脑的迄个程式设计的这个师傅无？伫新店吼。做着这工程师嘛吼，有一个人佮听伊的同事讲，我咧讲，你若咧写这个程式设计吼，咧设计的时候写袂出来，你甲伊祈祷，吼，伊讲祈祷，甲啥祈祷？甲耶稣祈祷。伊讲耶稣是2000多年前的人呢，耶稣含电脑佮毋捌看过，你要啥物程式设计？你甲耶稣讲，你头壳会破一空咧？咱即马是21世纪的人，迄电脑是已经遮进步，这个毋捌也看过电脑的人，你有着电脑问题，你迄个讲有听写电脑程式，你头壳破一空无啊？伊讲我反正吼，你去看卖就好。结果吼，在写程式设计人难免拢是安尼，有着变有着困难，怎么写袂出来？迄个底底吼，迄个最后的期限的时间愈来愈近，你知？愈来愈近呢，愈来愈近。安那想个想无啦，哟！伊是习惯骑脚踏车吼，伫咧新竹的所在，骑吼，都咧想伫讲，敢要甲耶稣祈祷无？要甲耶稣祈祷无？然后吼，都在想的时，脚踏车骑过，拄一个窟，欠着咚咚吼，然后伊在想，然后。等于怎是想着答案？伊讲这和耶稣无关系，这是迄个洞，迄个窟啦吼，叫我唤醒吼。过一阵了时，伊个遇着这个困难，伊吼做咧相看，有窟啦，有咧洞无，无啦，无定咧有窟啦。我是伊个想讲耶稣啊，你敢真正有法度吗？你真的有办法吗？毋过时间愈来愈近，最后呢，伊果不其中，耶稣啊！救命！帮忙吧！当安尼想的时，等去到因兜，已经有这答案。伊讲这臭拄坎，这是拄我已经要想出来，我可想不出来。我这想过讲耶稣怎走出来对毋对？过一站了的时，搁才想着，伊即马呢无法找窟啦，无法耶稣，反正我个要甲想，绝对用我的能力，绝对有办法就对啦。无办法，我嘛找我的朋友，找我的同事来唱看卖，总是无法度，就是无法度。最后，伊只有坐下来讲：“主耶稣，求你帮忙，我真的需要你。”然后，方法程式给写出来。第4遍呢，毋免个袂咁慢，伊讲主耶稣，我就很快。咱台中有一个人，我那是。伊开一间小小的电脑公司吼，伫甲人写程式。伊家己本身咧讲一人，伊讲有一遍吼，伊甲一间公司吼，大间这个全国的公司安尼，写一个程式，所有的 data 拢爱送入来，然后我分析了的时，佮送出去吼，这个程式，这个写好了，所有物件拢入来，即摆要送出去，佮送袂出去啊，知毋知影？因公司所有的工程师啊，拢安尼想，到18年两个无法度。不是有老板家己本身来做，嘛是无法度。因太太是基督徒，那看伊伫遐搔头弄耳吼，佮行过是讲祈祷啦。伊嘛是没有较早讲说，祈祷，恁的耶稣谈电脑个毋捌咧，叫我祈祷，你头壳咧破一工，信是信吼，毋通迷信，知毋知啊？结果，因太太看到伊伫遐搔头弄耳，个是啊，时间愈来愈近，一声若是无出去吼，公司的这个名声个，对毋对？去赔人钱呢，所以愈来愈近。那一天，因太太去经过时，甲伊讲祷告吧，个走。伊讲无法度啊。时间到啊，无祷告吧，耶稣啊！迄阵伊也佫毋知讲耶稣啊，上帝也佫分不清楚。反正啊，耶稣啊，上帝啊，阮太太的神啊，你就帮忙吧。时间到，你说我无法度是无法度啊，尼安怎？他就坐下来
当他把这个简单的不是祷告的祷告讲完之后，一开始写，居然写下来，然后开始给送入去，然后去做，然后你要变时，发现去处理个几摆，个处理几摆，拢总无问题，你唔知啊？他那个高兴的程度，你若捌有这款的经啊，迄经迄，伊讲耶，在那跳起来，怎啊荡落去啥？你也不知道伊偌济，伊120公斤，等于跳起来啊荡落去哦，迄小小公司对不对？迄地板拢叮当，但是讲啊地震咯，啊老板到底什么代志？呀，一个跳一遍，我想到答案了，哎呀，耶稣太厉害了！伊即摆做啥？伊即摆做牧师啊。伊即摆这项代志了，迄倒转去看的时，你看要开始重大，不过向东西是伊的重大，对不对？就是重大。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的重大脱落了的时，你也开始学生命温柔谦卑，学每一个面对困难的时，你会晓做人，会晓做事的技术。昨昏吼，甲咱教一招吼，伫迄个困难的点，温柔谦卑。你无法度通，迄口气较忍袂落去。这个人已经我侮辱到我靠，我都忍落。这句话讲到我迄个颔骨啊，已经甜怎么了？已经最阴到我我安尼侮一个，凊彩嘛侮一个嘛，凊彩讲一句，就是你迄个时刻，你拢无侮，你无讲一句刺激的话，因为安尼整个的代志就来静了。你有法啊？你用你的气力。我甲你讲，有可能3遍尔，到第4遍，人佫安尼甲你讲的是你定，我你忍你几啊遍啊，你佫再来，哦，然后话佫出来，较可能佫起骹动手，啊，代志佫大条了。在那个当下，只有圣灵，只有圣神会通帮助你。你仰望主耶稣，主耶稣啊，只有你会通帮助我，恳求你引带带领。所以呢，起码要爱咱大家做回来，好，来操练一下。好来 ，stand up，please， 来，请大家起立来，好，起立 ，OK， 好。伫迄个足大的受气、足大的艰难的中间，你已经无力啦，你的心爱人讲吼，来，双手举起来，咱的心讲，圣神充满，好来，深呼吸。然后起来，到顶点的时候憋住气，然后将你想要甲人骂话、想要讲的迄个受气的点，这2、3奉耶稣的名吐出去。好一遍，手慢慢压起来，心内讲圣神充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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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顶点，1、2、3。再一次，再来，圣神充满，主耶稣给我气力，我当赢过这个试探。靠耶稣名命令这个试探离开。好，请坐。后边，若是夫妻要冤家，还是你同事的中间吼，强要爆发，你来讲，就他妈的小等咧。等我3秒钟，哦，唔10秒钟，你个呢快速该做一下啊！等你做了的时，第一遍看到你的人，一定讲你咧创啥？我咧祈祷，我咧求圣神帮助我，互我会当面对这个，你的面开始无共款，你所发出来迄个面容，我跟你讲，人哥也未和你讲啥，已经对你。尊重3分，知影你已经不是属世间的人，因为你有圣神的引带带领，迄个面所发出迄个属灵的眼光，还是属灵的光彩，人拢也未看，佮知影会尊重你。所以求主耶稣帮助来，啊，呀，有一个牧者，我昨有讲这个见证，
有一个牧者伫咧开会中间，忽然有就讲一个人吼，开始甲迄牧者直讲吼，乌白甲念，乌白甲骂个对啦。反正吼，要激迄个牧者受气。这人就是人啊，对毋对？伊咧讲较多半是啦，是咧牧者咧开始咧忍耐吼，哦，大家中心吼，大家足紧张。看咧牧者踮啊咧定手，你知影？哦，哇，足惊吼！两个就啊爬起来，因为因两个拢少年，差不多40外岁尔，你知影？总是差不多过3分钟了的时，迄牧者迄面开始咧笑。伊个愈念，伊愈笑，愈笑，愈笑。笑了的时吼，遐中就讲：牧师啊，头骨足紧张咧，足惊恁两个从那拍起来是啥？恁两个拢对我少年家哦，咧拍起来，我偌紧张，我咧祈祷咧，总是你是安那会对面变到尾手面的笑。伊我咧讲，我只有呼吸，有圣神引带带领，然后圣神甲我讲，你毋是咧操练呢？圣神的规矩吗？圣神的规矩，你即马咧结倒一粒？哦，伊讲，这对毋对？忍耐，然后等下讲话爱温柔。OK， 哇，伊愈讲，伊愈伫咧算讲，我即马结即嘛，伊讲，伊愈讲愈久，我哪想讲结愈济安尼共款，会欢喜未？欢喜啊！伊伫咧拍球，你咧讲球啊，知毋知影？每一粒出嚟拢是安打，当时要讲全垒打，你会欢喜未？欢喜啊！所以讲，圣灵的同在，只有圣神才有法度，互你这个至高点，迄个悬的点去看代志。圣神互你开咱，圣神互你的眼光，圣神互你的生命靠遮，用人的方法，有缘会当甲激发出来，总是有一日，当你的开力真的是，你爆发出来，迄个藏伫内面，迄个潜在的气，迄个苦，迄个毒素爆发出来是，那是足恐怖的代志。假使若真正有法度到遐，你也会足骄傲。我看你安那，我阁无，你拢无法度受气我，我是上厉害啦！来你讲，你无法度伤着我，骄傲都不得了。骄傲后壁个啥？个一堆了，个是败坏哦。总是咱也是圣神的引带带领，仰望耶稣基督，主要说带咱去仰望伊，带咱去仰望伊，伊仰望耶稣基督，然后咱就看见主的引带甲带领。所以，咱等下要吟一首诗，我只有仰望耶稣基督，会请我的牧师呢来弹琴哈。生命成长的第2个阶段，就是对焦于耶稣基督，仰望耶稣基督，心内不断地讲：耶稣啊，耶稣啊，你听我，你是我唯一，你是我所爱，我只有要单单来属于你。请牧师来弹。这首的歌，咱可能捌听过吼，就是我的主，我的心压力，我的主，我较无你，愿你的疼来吸引我，愿你的疼来吸引我。哦，耶稣，我需要你炼净我，完全属你，愿你的疼来蒙着我，互我的心全然来属你。这个是咱来仰望耶稣基督，互耶稣的疼来充满咱，耶稣的疼来引带来带领咱。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较无你，愿你听来轻我，互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炼净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蒙着我，互我心
全然属你，我的主，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愿你听来听我，予我心单单爱你，将咱的双手放伫心的所在。哦，耶稣，我需要你。连情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然属你。主耶稣，当我的双手望着我的心的时，你的听就来充满，你的圣神就来引带来带领。我需要你，我需要温柔谦卑的生命，我需要你教我教，迄个面对困难的技术、的方法、的工具。主，我需要你，恳求你引带，恳求你带领。祈祷，靠耶稣名，阿门。当咱学着技术，咱有这款生命时，咱来出来服侍，咱来出来服侍，唔通用这款这么水的生命，这么好的技术，干那这个人骄傲，人特别人看到人困难，人未晓的时讲，我会晓咧，啊，你来帮忙，无爱咧。唔知，唔知也袂晓，换你这样相爱啊！当咱有这款的生命时，咱个爱起来服侍，哦，咱个起来，这个服侍就是第三个赞处，第三个赞处，你的心就要得到安乐，因为我的胆是快，啊，读胆，吼，我的胆是快，我的胆是轻，你有够样技术，你就唔惊这个困难的点。喂，哦，有一个姊妹吼，伊信耶稣了的时，也是常常去祈祷。啊，这边，吼，这对夫妻吼，拢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迄阵结婚的时候，知影讲，咱若冤家吼，干系当动嘴，袂使动手。啊，若辩论冤家了，所有人吼，佮爱去辩说，吼，面迄个思考一下呢。这代志经过了，因太太有一边去辩论了的是去辩说，啊，因先生讲，特别伊即摆辩说，较比以前搁较久安尼吼，总是出来拢无共款。伊讲，我有一边看你辩说，你伫遐祈祷啥物？我听你讲，耶稣啊，你是我的最爱，耶稣啊，你是我的唯一。你听耶稣，我算老几啊？我是恁翁呢。你算我老几啊？因某甲伊讲，系啊，你算老几？你现在是老二。我讲，看会使安尼，吼，无到底耶稣是安那？因太太甲伊讲，你有感觉我以前出来，吼，变数出来了的是，含即摆变数出来有无共款？伊讲看，以前你变数出来吼，面迄个笑容拢安尼怪怪，带着邪气，吼。总是你即摆若对变数出来，迄面充满着阳光，充满着种喜乐个安尼共款。头久啊吼，迄代志若像无去安尼共款安尼啊，我嘛要甲你问呢。因为我咧讲，先生，你是前后讲话无毋对，总是咱若咧辩论，你辩赢就好。你后壁遐个话吼，真正是你虽然无举刀我台。总是迄个话刀吼，你毋知影？你那是剑，你知影？那双面来剑，我插入我的心的内面，然后要出来是个细细抽出来。你毋知影偌痛啊？你毋知影？你讲话个讲赢个，你为什么后壁咧讲迄个遐伤人？你知无？迄若毋是讲我听你吼，我真正无法度。迄若毋是耶稣的听医治我，我真正怪
暂时也未信耶稣，迄个最后迄个要信耶稣之前，我真正总想要和你离婚，你知影？总是我信耶稣了的是，耶稣医治了我。你再三不好了我，伊讲嘿啊，我尾就较知影，原来你出来吼，伫咧变数以前伫变数出来吼，原来咧笑，我尾就较知。你去的时候，拢他妈洗马桶，你知影？你摕我的牙刷洗马桶，摕我的面巾擦马桶，拢咧出来的时候，当然咧笑无共款，尾就较知影吼。我即马吼，我迄阵。我的面巾甲牙刷拢放伫我骹蠓内面，需要时才出来。啊，你即马无用这啊？无啊，我有牙刷，我根本用迄啊。因太太甲讲：“先生，你到底过去受了哪些伤害？为什么你现在以伤害你的太太为成就感？”因先生面转对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唔知，伊拢唔捌我讲。伊先生甲我讲，阮迄兜做善，国校1年的时，有一遍连续班上派去2块斧啊，吼，鉛笔咧咧橡皮擦，老师拢讲我头体，我可无头体啊。所以对迄碟开始，任何人若是咧我欺负，我就是用更强的方法把他都等于，不但发到等于，佮甲伊伤害。互伊知影，我毋是会当互人伤害人。结果你拢来伤害我，你要不要让这个耶稣来医治你的伤害？你是上帝的囝，你是上帝的儿子，没有人能够伤害得你。然后伊叫伊读一个约翰第1章12节、13节，咱做来读。这个圈圈圈，就是你的名，啊，知唔知？哦，然后迄个圈圈圈呢，就写你读你的名。你若2字就读较慢的，你若3、4字就读较紧的，安尼 OK。咱做读来，我是陈耀宗。有人拢读陈耀宗，无啦，读你家己的名，吼，读你家己的来。我是陈耀宗，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耶稣基督名的人。耶稣基督就是陈耀宗官兵做上帝儿女。陈耀宗毋是对血气生，毋是对人的情欲生，也毋是对人的意思生，乃是对上帝生。好，你甲伊讲，你即马对我读了，你已经信耶稣啊，你已经讲做上帝的囝儿。上帝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已经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会惊字，无人会当伤害你。这个身份是什么？生你知无？永远不可改变。你有就耶稣基督救赎的 DNA 在你的生命内面，你是尊贵的，没有人再能够伤害你。你先生听这了的是哭倒在他太太的怀抱里面，那会啊同款。那个当下，他是妻子太太的儿子，懂吗？那孤单的灵被医治了。太太因为享受耶稣，开始去服侍也先生，先生整个生命完全不一样，开始接纳牧师的训练，听讲阿伯伊伫教会服侍，比因太太更加认真、更加第一、更加坚持。这叫生命，这叫被耶稣基督得着的生命的改变。所以生命的第3阶段就是要应用耶稣基督，互咱温柔谦卑的生命，甲熟练的技术，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功课、新的环境，会当胜任愉快。因为生命爱成熟，生命爱成熟，然后心智爱臃肿，服侍起来就会轻省。第一遍的安息是动态的，真侪代志拢讲放放互耶稣，放放互耶稣。总是第2遍的安息，是伫做的中间得到安息。有一个全世界真好起来的人，伊讲。
伊迄个照你休困的时间吼，伊那照常伫工地。伊讲老板，这是你休困的时间，你为什么来阮工地？讲无啊，你无爱休困。伊讲我即摆个咧休困，什么意思？我咧工作哪像咧休困共款，安尼知毋知？所以呢，伊无需要休困，因为伊咧工作哪像会休困，安休心去面对一切挑战。结论来讲，一个受伤的人，伊若无得到医治，无容易驾驭成长。所以，迄个第一个阶段，确实你需要一礼拜，你个一礼拜啊。你需要一个月，你个一个月伫上帝面前不断哭泣。上帝还够有重担，还够有重担。确实你若需要一季、3个月，主要说50时间，无困上醒，24小时应付你的需要，你的重担拢总爱互伊。你要感觉你的重担拢总放落，然后唔通撑到第一个阶段，爱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学耶稣基督的温柔谦卑，学耶稣基督要互咱的做人做事的技术，就是迄个担。然后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去服侍，去服侍，去服侍。免服侍，是你操练较足好，较来服侍，无安尼速度会上慢。你开始。你学功夫了，你学耶稣的温柔谦卑的生命了时，你就开始来服侍。你讲唔知教会有甚物可能我会当来做？伫服侍的现场学的功夫上实在，知唔知？伫服侍的现场学的功夫、学的生命上实在。Doing and learning and doing 是做会，不是很厉害才会去做，是做了才会有机会厉害。所以。奉主耶稣名祝咱大家，耶稣的听甲圣神的引传，互咱时刻会当经历着，会改变咱。咱呐愿意接受耶稣的改变，就有成长的机会。改变、成长要让它成熟，要有熟，熟了的是要有臃肿的人叫做承担更大的压力。茁壮要进入到。卓越，有这样说保守咱，三个来记得，亲爱天父，感谢你引传，感谢你带领。虽然人生有一苦难，总是等阮来到你的面前，你要改变阮，但是你要接纳阮的艰难、阮的痛苦、阮的劳苦，然后你要教阮，互你温柔谦卑的生命。以及我面对人事物的时的技术，就是你要互阮有一个真适合阮来面对代志的担，来担遮的担。就感谢，我们伫服侍的顶面来体验着阮的改变、阮的成长和卓越，用安息的心境面对一切挑战。无搁再是困难，面对一切挑战，看见你福源的成就，也将一切成就归荣光伫天父上帝里，用平安来对你领受，甲正人三个分享。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名，阿门。神像诗54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请咱兄弟起立来吟。
这车座。因为咱疫情的关系为着避免咱伤过接近，咱请兄弟将咱家己的奉献下伫这个二楼、3楼，咱入门口才有这个奉献拿那线顶聚会的会友嘛听好用这个汇款的方式，迄就是家父伫这个办公室莫。伫周间尽量莫直接等入去这个奉献拿因为无人通收虽然咱奉献的方式有小可改变但是咱奉献的心是相像的咱严伊请这个司琴咱甲咱兄弟同齐吟奉献诗了后，直接请为慈会执事来为咱做奉献的祈祷。你是万高的圣殿，仰望北北是宫殿，虽然不达天无前，万里甘来万所愿。阿门。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你统管万物。我要敬拜有罗你，主啊，我要尽心尽力来听你，帮助我嘛甘心乐意来奉献伫做你的事工的路用，特别是互阮看见玉山神学院训练传教者所需要的。用大道奉献来支持因，求你来帮助。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兄弟请坐。请咱兄弟先掀开周报的第3页，咱同齐来读本周的金句。我先读一遍，兄弟煞接对我读2遍。本周金句，我心内温柔谦逊，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马太福音11章29节，我心内温柔谦逊，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马太福音11章29节，我心内温柔谦逊，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马太福音11章29节。本周聚会表甲礼拜的事项表刊登伫咱周报第3页。请咱有参与事工的兄弟伫周报第4页，咱教会公告因为这个疫情有较严重的关系，虽然大部分有得到这个病毒的拢是轻症，也是无啥物症状所以伫这个咱正常生活来。稳定开放的这个防疫理念咱主日礼拜游玩正常来举行只是差别伫这个奉献地拢是伫咱礼拜前，迄就是礼拜后咱由咱的兄弟家己投入这个奉献拿内底。咱建议讲若是较属于这个高风险群的兄弟安尼若身躯无爽快，迄就是还未注满第3剂这个。预防射的听好伫厝里来做线顶的礼拜。会友准讲若有确诊，迄就是有甲这个确诊者有接触过请咱兄弟主动甲这个牧师，迄就是甲咱的关怀小组长讲一下，安尼。会友若有伫厝里做这个居家隔离
有需要生活上来协助的吼，请兄弟毋好客气吼，咱直接这个关怀部，也是你家己的小组长吼，来甲反映，咱教会尽量来做咱法度斗相共的所在吼。就间咱也有讲有祈祷会、查经班、圣歌队要练歌吼，也是各个团契的聚会吼。请聚会了吼，安排同工来进行消毒，但是尽量避免用这个若法度吼，尽量莫用迄个有含酒精成分的啦吼，因为咱兄弟注意到咱这个长板凳啊吼，只要有白白这一页一页，这是因为喷酒精的关系啦吼。所以讲咱都要需要来处理吼。本会消息吼，非常感谢屏东研究基督教会这陈耀忠牧师吼，因夫妇因长来咱教会吼，为咱教会的同工领袖会吼，来为咱举行吼，来甲咱培训吼，长嘛顺利来完成。伊今日搁特别代表这个玉山新学院吼来奉献主日，咱做伙来关心这个新学院的事工吼，有奉献也是啥吼，咱将伊下伫这个奉献篮内底。请各团契、各单位吼，伫6月19进前，咱将这个后一季。就是7月到9月的这个复赛轮值表吼，甲团契聚会表吼，交予行政干事吼，还有按期由我都来安排这个教会行事历。5月29下晡1点，中华教育部有举行这个线顶的亲子讲座吼，咱兄弟若有兴趣的吼。会透过这个 Google Meet 吼来甲连接吼，伊这线顶报名嘛是有一个限制吼，名额满了就无够接受报名吼。第5点是7月15到17日，咱会来青少年团契伫新社田岭的这个龙岩营地要来举办这个暑期生活营吼，特别是为着这个。要升各种1年的社青吼，邀请请有意愿的这个子弟吼来向这个宜家来报名。其他事项吼，甲大岛的事项，咱请兄弟家己看周报第5页吼，需要大岛的事项，咱减咪。等下听邀请牧师为咱特别来带导吼，周报第6页甲第7页，特别是刊登着咱回来奉献报告吼，甲这个收支月报表，若有刊登楼顶也是5顶的吼，请这个财务部长来翻译。以上。嗨，今日大家平安。咱这个主管家吼，逐工拢会报讲偌济人吼，上悬吼9万外8万，小可降一丝啊。但是你有发现无？迄个累积确诊人数累积的确诊人数是114万啊。台湾人口2200万，安尼差不多是1/20。意思讲20个，就一个会得着。目前啦吼，可能会搁较增加，可能到落尾全部的人拢会得着，然后就搁变做一个流感化，所以你看咱200人的教会，咱当然袂伫周报刊啦吼，讲啥物人得着，啥物人得着，但是咱牧师拢有为咱祈祷，所以咱200人，咱就差不多算1/20，差不多是10个，10个有得着，咱为祈祷。互因身体会当有抵抗力来恢复。倒行搁校400-500人的学校，嘛差不多30-40个，所以因的比率较悬，超过。后礼拜明仔载开始，全台中拢停课，高中、国中、小学
幼稚园，全部拢停课，停一礼拜，改做线顶的做聚会。所以咱嘛为家长来祈祷，即个家长搁爱上班，搁爱顾囝，这是真无容易，为咱中间阿公阿嬷爱透过孙，咱求主帮助，也为着美国、加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俄湾教会即个代志，不幸的代志。总是即个不幸的中间嘛，看到即个陈医生伊怎样勇敢来抵挡即个营业身躯就是被政治弹着，然后保护其他的人，无互迄个伤害扩大。因为即个凶手，伊毋若是一支枪、两支枪，阁有燃烧弹，阁有啥物武器。搁迄个牧师张先信牧师，伊的反应嘛真快。大家叫是咧放炮啊，叫是咧搬戏，伊马上就椅仔摕咧，所以牧师嘛是爱有迄种敏捷性、敏感度，所以即个代志发生，当然是大家真悲伤、真在反省。伫济南教会嘛有为即个代志要举行着一个祈祷追思纪念陈医生的即个祈祷会。也伫台湾有一寡教会，可能咱毋知影即个消息，有的人知影，就是真奇怪，毋知是同处会还是一块机构，就是对长老会发即个恐吓信，足侪教会拢收到。所以咱若嘛无为即个代志，无互即个冲突对立，族群的贴力搁较加深。牧师即摆邀请咱做伙徛起来，为着即个件代志，为着这个家属，为着这年长的长辈，伫礼拜中、礼拜后经历着即款的悲剧，然后有可能心内无平安，暗时瞓袂去。为着即间教会所承受的即个痛痛，咱为因来祈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阮为着即块土地，为着阮人类的自私、凶恶，甚至是凶杀的即个案件，阮来祈祷。求主你怜悯赦免阮的辜负，主当阮伫遮平安享受礼拜时，有的人失去亲人，有的人心内有真大的惊吓重担。伫台湾有100万人得到这个 COVID-19， 侪人得到痊愈。也有一群人有后遗症，也有真少数的人失去因的性命，其中也有阮的兄弟姊妹、主内的亲人。求主你特别怜悯、医治、保守佮看顾。主你也捌应允你的百姓，若是谦卑悔改。活转来到主你的面前，你就要对天耳耳空听，真目睭看，赦免阮的辜负，赦免阮的罪，来医治全地。主求你，互这个疫情早一日来消失。主啊，早一日，互阮的生活会当恢复到伫正常。要阮伫这个过程中学习耐心。来听候，积极来仰望，抱着信心甲望，甲主你继续同行。为着阮教会，特别主你看顾德行教会，有几若位阮所亲爱兄弟姊妹，也是咱的囡仔，伫这个病痛中间，需要主你的帮助、医治，因为主你受到鞭挞，阮得到医好。你受到刑罚，阮得到全然的平安。阮的心灵伫主你的保护，来得到洗净，
得到热看，阮的灵性得到恢复，得到精英。阮伫患难中，犹原仰望主，因为主耶稣，你的担是快，你的担是快，你的担是轻。阮学习你温柔佮谦顺、谦卑，甲阮的主三角行。为着美国、俄湾、加州的这个长老教会来祈祷，主你带领因伫头前有一段路爱行，伫迄个恢复行行，需要主你属天的平安。主愿恳求你，也特别看顾玉山神学院，因伫学生、新学生、传教者、老师或者的资源欠缺时，愿真做伊的快乐甲帮赞。主你也特别祝福田牧师、牧师娘，甲因的所牧养的教会，来对你遐得到新的快乐。愿尽忠尽心来服侍，主你的确纪念，互因力上加力，稳上加稳，福上加福，互因的生命成做济济人的祝福。主愿要将德行教会、将蜀山神学院、将美国这间俄湾这个教会、台湾人教会以及盐州教会，拢仰望伫主你的圣手，愿你来带领，愿伫主你的厅内底，成做一家，合做一体，愿伫圣神的带领中，勇敢继主来行天路。愿咱的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吟这条诗歌平安礼，唱一届就好，咱唱一届，我用主的心爱听，诚心来听你来。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兄弟请坐。咱由咱徛咧来吟神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因是煞无出来接得。咱救主耶稣基督，因灵眼免慈悲，诚心观念，甲咱感动，徛起达人心内，三位一体，让咱相同一时，到万世代，一时到万世代。所以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至圣的主上帝，你的平安，甲阮三角地带，甲受苦、受逼迫、心悲伤，或者的俄湾长老教会，阮的亲兄弟姊妹，主内的亲人三角地带，也甲阮所敬听的田牧师夫妇三角地带。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甲恁众兄弟姊妹，拢三角地带，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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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请坐，请兄弟伫电乐结束了，咱才离开。